第120篇，求主救脱狂言詭舌之人。我在急難中求告耶和華，他就應允我。耶和華啊，求你救我脱離說謊的嘴唇和詭詐的舌頭。詭詐的舌頭啊，要給你什麼呢？要拿什麼加給你呢？就是勇士的利箭和羅騰木的炭火。我寄居在米設，住在基達帳棚之中，有禍了。我與那恨惡和睦的人許久同住。我願和睦，但我發現他們就要爭戰。